来看台南关庙的山西宫，因为庙底看真侪鸟仔会来庙里做秀、黑白放屎。庙方警方用网仔来查，想袂到有袂少鸟仔掉伫网仔顶悬抓死去。这个方法实在无讲正理想。庙方表示会先甲网仔拔掉，想看卖敢有其他方式来赶鸟仔。 古日车真侪人来拜拜，不过对庙内看出去，所有规排鸟仔的尸体挂伫遐动动海。台南关庙三西宫设红鸟网，最近引起地方讨论。红鸟网主要是卖互鸟仔伫庙体空房做秀，不过即摆鸟仔拢掉伫咧网仔死去，有人认为尸体有臭味，看起来无理想，有人建议爱顾虑动物的性命。伊个规个拢放到规个啊，有一站有较少啊。 啊，毋过你迄少是一站尔，伊个汤团足紧的啊。鸟仔放干呢吼，足太多足迄落啦，较无清气啦。一般别个庙是拢足干净啊。我这款的男仔要哪个处理？庙方讲，其实早前鸟仔规定拢伫隔壁栋的建筑物咧讨食，是后来遐围起来了后，地主鸟仔拢飞来食，估计有上百只的鸟仔踮遮咧作做。虽然有清洁人员甲志工咧摒扫，不过根本就扫袂离。庙方无奈表示，鸟仔互因头壳冇咧烧，即阵按算先甲网仔拔掉，再搁用其他的方式来赶鸟。可能会甲拔掉啦，因为迄是少数的鸟仔会来迄落啊那大只鸟仔是袂影响到伊袂掉入网仔啦，是袂影响啦。阮是上我这有这个驱赶鸟的这个，但是这个到会对人的影响，咱的耳朵会占会掉，频率很高吼，鸟仔当然伊会暂时唔敢来。用的一寡清洁剂吼，搁用水甲泡软了后，阮才有法度人住。逐工拢爱扫得掉。阮一定爱一工爱冲几啊摆。 庙环境本来就清气溜溜，鸟仔要飞去倒位真歹控制。目前庙内门口有部分行做主人，防止鸟仔飞入去，也毋过效果有限。庙方讲会找动保处等相关单位做讨论。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